来关心国际新闻，前2天奥地利和法国陆发生校园攻击，而且法国校园暴力是有增加的趋势。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，这囡仔用网络用甲条例，色情甲暴力的内容会影响因的认知能力，所以就下令要禁止10个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体。 为着执行长黄仁勋尽量招牌乌色外套参加巴黎科技盛会 Vivatech， 甲法国总统马克龙伫咧台顶例行的活动。黄仁勋讲，伟大将会伫咧欧洲推展基础建设，甲当地企业结合做伙伴关系，帮助建造欧洲自身的 AI 生态系统。 不过，伫同日的时间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，将会伫最近几个月开始禁止15岁以下的囡仔使用社群媒体。 Plus la même capacité à avoir un rapport à l'écrit, à se poser, à essayer de comprendre. Ils sont aussi beaucoup plus exposés au harcèlement en ligne. Et donc on a une épidémie depuis 2015 dans tous les pays où les réseaux sont ouverts aux plus jeunes. On a une épidémie de troubles du comportement, on a des épidémies de violence, de troubles du caractère. Et donc c'est ça qu'on doit absolument réguler. 马克龙强调，当囡仔一直被社群媒体一般接触到的拢是色情加暴力的内容，造成认知、思考加理解能力退化。会做这项决定，甲吹杂伫咧欧洲发生2件互人震惊的校园攻击事件有关系。包括伫奥地利一间中学，有一个校友夜青入去学校内面扫射，总共造成11个人死亡。 也个法国一个19岁学生，伫咧检查珠宝的时阵，压倒刣死31岁助教。法国会开始检查学生的珠宝，是因为今年4月有一个学生压倒刣死同学的案件。Voilà, je suis triste pour l'école parce que c'est pas voilà, c'est un endroit protégé qui ne l'est plus, qui récupère tous les maux de la société. 根据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 的报道，法国今年6月初7开始，强制叫色情网站爱验证用户的年纪，也强迫 X 等社群媒体导入年纪验证机制，最后当地虚拟网站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。澳洲也同款决定要立法，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存取社群平台，会自今年11月开始实施。 不过，后明是讲未禁止儿童使用社群媒体，这种限制由成员国家自己决定。公司新闻张怡林编译。